最近有很多粉丝朋友私信我或者给我留言，想了解一下老挝这边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比较好做。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太笼统的去回答，对于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有2个朋友，他问到老挝的建材生意怎么样，我给他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。我有一个老表，他是差不多20年前来到老挝万象，当时他刚过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本钱，就是去拿点小货到农村里去卖。那么在几年前他开始做建材生意，因为他在来老挝之前，以前在北京那边做过装修，所以对建材装修这一方面还算比较内行，看到了老挝建材生意的市场。现在在老挝万象有2个比较大的店吧，每个店都有几千平方，车子也是最新款的普拉多，然后2个小孩，大的小孩已经在这边帮他照顾生意了，小的小孩在这边国际学校1年的学费也有10几万人民币。说他在老挝白手起家到千万富翁，我觉得应该都是贬低他了。有些人会说以前的钱很好赚，现在赚不到这个钱了。那我就说一个最近的吧，最近就是应该在疫情之前，同样也是我们的老乡，他在国内那边生意可能是不太好，也可以说是身无分文来到老挝，因为他以前在国内也是做装修的，所以来到老挝以后，他还是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勤奋，从小做起。最开始就是跟着别的人一起做零活，帮人家做装修，有些地方可能3天5天，有些地方可能10天半个月，在老挝差不多做了1年左右。现在从刚来的时候，让我在网上帮他买一个2000多块的电瓶车，那种折叠的小小的电瓶车，到现在买了一辆奔驰，然后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建材店。他现在赚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疫情我们也很少联系。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，应该比他刚来的时候要好很多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身无分文过来的，能亏到哪里去？您说是吧？因为很多朋友问到老挝各行各业的问题吧，我也不要专门去拍一些高端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就拍一些普通人普通的生活，以及我们平时遇到的一点事情。那么我自己接触到的行业，或者说我自己比较了解的行业，我觉得汽车维修以及汽车配件这方面，我觉得我还是算比较了解的。大家也看到了我前面的视频，我是一个非常爱车的人。疫情之前我们自己也准备搞一个小型的修理厂嘛，因为我们没有指望这个修理厂去赚多少钱，就我们一起几个关系好的朋友兄弟姐妹，专门我们自己的车子在这边1年换机油保养都要花100多万。我就想我们自己请工人过来，如果能接一些外面的生意也好，接不到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场地什么我们自己都有。后来因为疫情，中国那边的师傅也过不来，我们这个想法也暂时搁置了。那今天我就说一下这个老挝的汽车配件以及老挝的汽车维修。汽车配件这方面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可能高上3到5倍是很正常的情况。比方说低档车吧，比亚迪的 S6，一个高压线穿在中国可能是70到100，因为不同的地方价格可能不一样，70到100，然后还是品牌的。在老挝这边的中国汽车配件店里面，就是没有品牌没有包装的这种比亚迪的高压线穿，差不多卖到350块左右。那高档车的配件可能差价就更大了，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奔驰 GL 前减震，老挝这边最便宜的是一支2300美金，在中国那边从最便宜的1800人民币到品牌的可能3000多，然后到原装的 4S 店出来的可能也就是6000多，所以差价还是很大。另外像我们的路虎前减震器，这边是一支1580美金，行政老款的12款的，那新款的其实更贵。那么在中国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在1800到4000块钱左右，因为不同的店不同的品牌价格还是有点差距。因为这边的路还是比较烂，然后我们的车也是经常在地里跑，几乎每年我们都会换减震吧。汽车维修店这方面，老挝的汽车维修店，老挝人做生意还是比较老实。像我们前段时间丰田坦途出了一些问题，我就从中国订了一些配件过来，但是这边我们熟悉的几家维修店一直都忙，非常忙，没有时间给我们修。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不去一些国人的修理店呢？
我们肯定去过很多次了，也不是说所有的吧，部分的我们碰到的也是这种情况，不知道国内朋友是怎么样的。去到以后，他们会先把我们的车子旧的配件拆下来，然后至于几天能修好就不好说了。但是老挝人这边他基本上就是要看，如果他没有时间修，你想把车子放在他那里，他都不给你放，他就说他没时间修。你如果不急，你就等。如果急的话，那你就去别的地方修。所以他们这种态度反而是我比较喜欢的。我这种性格就是，你越是这种人，我越会等你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汽车维修店，他们现在今天有没有空，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。这个是我们从中国发过来的，这个是奔驰的减震，这是奔驰的减震，这个是丰田坦途的一些配件。像我们这些车都是在地里跑的，你看全是泥巴，这个就更不用说了。全是泥巴，本来直接准备开去修理厂，让他们修，因为修理厂那边他也有洗车的，也可以给我们免费洗。但是我刚刚老挝朋友还是跟我讲，他说我们还是先把它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再拿去修，这样也是对他们一种尊重，我觉得也很有道理。等一下我们就去洗一下车，然后再去看看那个修理厂有没有时间帮我们修。镜子上都是泥巴，走吧，带你们去看。我们有好几台车子都需要维修保养了，因为前段时间疫情，很多修理厂都关门了，但他们开了以后还是一样。每次打电话过去问他们，他们都说特别忙。我先去看一下，先洗个车吧。因为现在是疫情封城期间，街道上人还是非常少。顺便说一下，在老挝这边开车，正常情况是基本都不按喇叭的。一般你看到有些按喇叭的，一般都不是本地人。还有就是，为什么说有些人你开车，警察一看就知道你是我们中国人？就是老挝这边开车也很少有那种抢的、插的，那人家一看你这个开车的方式，就知道不是老挝人了。所以很多人你即使开着老挝人牌照的车，也容易被查。老挝人这边基本上都是开车都是礼让三先，他宁愿等你几分钟，他也不会去抢。这也就是说，老挝的节奏也是非常慢，很不着急。有时候一个巷子里面，前面有个人在走路，车后面跟个车子，前面的人如果没有感觉到后面车子来了，他也没让，后面的车子也就一直跟着，跟个10几分钟，他也不会按喇叭的。而且有时候在红绿灯，比方说您前面的一辆车占了你的车道，那你是要右拐车道占了的话，你在后面，如果你按一下喇叭，警察他会先抓你，先罚你，而不去罚前面违规占道的那辆车，因为他不喜欢你按喇叭。我们先洗车吧。老挝这边洗车我觉得还可以，他们会有一个高高的这个槽子上面，然后车底下他都会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洗个车洗了1个多小时，老挝人做事就是慢。莫本洋，可能在中国大家都急死了，
然后我们这个车看一下，在地里跑全是刮痕呐、这个皮卡我们买的时候是8万多美金，83000美金。不过在我们4人驱动的车里面是最便宜的了，所以就放在地上。我们来到这个修车店，这个修车的小伙子以前是丰田公司的，我们以前丰田车都在他那里修，后来他自己出来搞了个修理厂，生意还特别好。对。โอ้แซ่บๆหาก็กินวะ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เวียดลายวะโอ้ถ้าจะบินเดินเลยเนาะรถคันนี้ว่าค่อยยังสิว่าสิไปลงนั้นถาเมื่อใดวางล่ะฮะเครื่องมาแล้วตัวนั้นบ่ญาติดีตัวนั้นเปี่ยมบ่ได้ญาติดีเอาแต่ก่อนจะเสียงก็ขวดซี่วะขวดซี่สร้างงานบ่ยังมีลูม่าเนาะยังมีลูม่าเนาะกันลนแล้วลูเวอร์เค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มาดุนแล้วผมมี2 เดือน3 เดือนแล้วว่าถ่าเจ้านี่เนาะเยอะจะลายนี่คันนี้วะได้รู้ว่าค่อยมือไหน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ล่ะจะมือฮะเสียดายถ้าค่อยขี่ทั้งมือได้อยู่ถ้ามือนึงผู้ขี่นี่นะเสียดายไม่ได้เงี้ยตุ้งเสียดายหลายๆเถื่อบ่มีเสียงเลยมีแต่ปีแล้วบ่มีเสียงมีแต่เปิดไฟ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ค่อยปี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ิดยี่ปี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ิดยี่จังซี่นะหลายๆเถื่อก็ได้อยู่มีแต่2 คนเท่ว่ะอีกคนนึงไปไสล่ะคนนึงมาตัวแรงๆโอ้บริษัทเด้โอ้เราเฮ็ดเวียกอยู่บริษัทวะบริษัทเนี่ยห้างขายรถมาห้างแปลงรถมาขายรถแปลงขายน้ำแปลงน้ำรถพินิกคันนี้นะคันเบนซ์นะโอ้ยังมีหลายคันอยู่คันไหนเฝ้าเลยคันไหนผู้เฝ้าม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ใครคุยก้นเลยแล้วลูกเวอร์ก็ยังผู้เฝ้าดอกมีแต่ค่อยเฝ้าคันนี้นะลงกับบ้านนี่นะวันอังคารนี่แหละวันอังคารเครื่องคันนี้เครื่องมาเกือบหมดแล้วนะไม่มาหลังค่อยอย่าไปล้วนนั้นถาเดี๋ยวขึ้นลิฟต์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ันเขียนมันเครื่องแล้วขับรถเจ้าขับรถคันนี้ก่อนก็ได้เจ้าขี่ได้อยู่ขี่ก็ขี่ได้อยู่แต่ว่าข้างกับบ้านน่ะสิไปล้วนนั้นถาหลานมาเบ้าหลายมือละค่อยค่าเวียอยู่บ่มีเวลามาเจ้าขี้เบิ้งมีเวลาอย่างมายามให้บอลอย่างให้มาเปล่งตัวนี้ก่อนแน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อารถมาไว้เต็มมีทุกจอดเลยมีรถเบนแล้วรูเวอร์มีหลายคันเนาะเบนมีกี่คันนี่ทั้งโน่คัน1 2 3 4สานวะ3 คันวะ4 คันวะโอ้ตัวนี้เนาะเบน4 คันเนาะแล้วรูเวอร์2 คันในลองค่อยยังบ่มาตัวนี้รถอย่างรถสปอร์ตป่ะนี่ห้อ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มิซูโอเคจะกินข้าวเด้อไปก่อนมันคำเด้อเช่นใดก็ต้อ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ให้ค่อยเด้อถ่าจะดุนละไปก่อนเด้อโอเคคันนี้วะคันนี้ใหญ่บ่ได้วะOK。在老挝修车行业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关键您要有技术。如果您技术又不行，那肯定还是不行的。
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，以诚相待，在老挝还是可以的。